Hello， 欢迎收看《Go Go 共哈发》，我是敏华。今天到哪里呢？今天我们来到了以耶医院。为什么？主要是今天要带大家直击一个非常特别的行业，就是我们的白衣天使护士辅司。他们平常真的非常的忙碌哦，有的时候忙到没时间吃饭，在忙什么呢？带大家去看看喽。以烟迪度给白衣天使，为了让小朋友不怕吃药打针，常常笑容满面，温柔也很专业。他们用游戏让小朋友忘记疼痛。今天 GoGo 直击来直击的就是我们的白衣天使护士辅司。直击讲得很好哦。今天我们就来问问看，我们的白衣天使辅司他们最辛苦的地方在哪里呢？琪琪，其实我在医院服务7年啊，都没有好好吃过饭。怎么办？是吃个2口就跑病房这样吗？对，因为其实治疗很重要。那是不是就自己要找时间好好吃饭？对，有时间就是要赶快去吃饭、上厕所、喝水。病患生病，心里懂羊。辅司给鼓励对病患来说真的是相当重要。辅司爱专业，又有耐心，懂辛苦。他们在以烟工作，3餐不正常，有的时候还得要轮日夜班。只是很多人想问，他们有什么特别难忘的经验吗？最有趣的是治疗性游戏。怎么说？因为小朋友有时候不配合治疗，所以我们要想办法。因为小朋友喜欢玩游戏，就是用治疗性游戏让他们融入在治疗里面。他们还要在游戏中教小朋友呢，好好的打针，好好的吃药，是不是很辛苦呢？大家看到他们，记得给他们掌声鼓励喽！有耐心又有爱心，辅司给笑容真的很像天使一样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今天学了这一集呢，我们要跟这些白衣天使深深致敬，非常谢谢他们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关心。当然喽，重点是我们学到新的词，一起来复习一遍吧。来看到第一个词就是护士，辅司。第二个呢就是医院，以烟。第三个，我们来学到一整句话哦。来看到这句话就是护士要专业又有耐心。辅司愛專業又有耐心，輔司愛專業又有耐心。护士真的是要专业又有耐心，所以十分的敬佩他们。记得观众朋友把今天的词还有句子多多复习喽。明天见，拜拜。